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招牌牌匾。有的地方就专门跟这个招牌牌匾门头过不去专门拿这个做文章。这个极目新闻4月7号发了一个报道，他说近日多名河北 IP 网友反映，收到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城市部门要求，红底门头牌匾统一更换颜色，引发关注。4月7号，记者联系到三河市城市管理局相关科室工作人员解释到按照市政府城市规划要求，门头牌匾底色除红色、蓝色、黑色以外都可以，有关部门会有文件下发，到时候会在公众号上推送。记者询问说称文件还没出来就开始实施了。工作人员说对，文件还没有，就是先行一步再改这个东西。按照城市规划就是把这个门头你凡是底色是红色的、蓝色的、黑色的，这个是不行的，统统改掉。依据是什么呢？依据是城市规划。要文件吗？文件目前还没有。这个我想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视频。这个是不是三河，也就是这个河北廊坊三河市一个地方这么搞？实际上不是这个这么多年来全国各地都发生过这种现象，就是有的地方城市管理部门就专跟这个招牌门头和牌匾过不去，今天改成这样，明天改成那样。有的地方统一要求是灰色的底色，是吧？红色的字，有的是统一要求是黑色的底色，白色的字。总之讲究就是整齐划一这个现象也很多，大家估计都见怪不怪了。城市管理部门要求商家更换招牌，通常有着特定的考量，或者是为了提升城市整体形象，打造统一有序的商业风貌，或是出于安全因素，避免招牌因老化等问题对行人造成伤害，又或是为了配合特定的城市规划，实现区域功能的优化。比如某些历史文化街区为保持传统的面貌，会对招牌风格有所限制。也就是说有的地方是迫于无奈，对招牌要求进行改动，或者符合一些标准，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应该予以理解。但是三河市的这次招牌调整没有理由，只挑颜色，且针对的是红色、蓝色、黑色这些最常见、最基础的商业用色，这种要求实在令人费解。有网友就晒出一张黑灰色的密写冰城门头牌匾，一旁的门牌上面写着三河什么什么什么，看上去相当违和。真牛一开始我还不相信这个招牌不让用红色，然后竟然连我们这个镇的儿童医院的红十字也改成了绿十字。阵阵花香鸟这个蜜雪冰城是相对比较知名的一个连锁茶饮品牌吧，但是我好像没太留意因为我不喝奶茶。这个媒体报道它那个标志性的红色招牌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品牌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识别功能和商标意义。还有一些开了多年的老店，就是靠着大家眼熟的招牌留住熟客，招揽新客。突然更换招牌颜色，可能削弱其辨识度，对商家经营造成不必要的干扰，而且商家更换招牌不大不小也会承担一笔费用，如果没有充分正当的理由，难免会感到困惑和不满。更令人质疑的是，据商户反映，这项三色禁令竟然是由城管工作人员口头传达，既不出示相关文件，也不提供法律依据，更谈不上给予商户合理补偿。当地城管局也承认目前没有文件，就让商户先行一步开始改造。这种极度不规范的工作方式违背了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政府部门出台任何影响民众权益的规定，都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规范的执行程序，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我说你就听，我令你就改的管理难以服众，更显儿戏，很容易引发群众不满，让人质疑规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这不搞得跟特朗普一样吗？特朗普就是这么任性，想一出是一出，早上想出来的宣布执行，下午又宣布作废，至少是推迟。这个商店的门头招牌是吸引顾客的重要标识，也是城市面貌的组成部分，反映出的是城市的风土人情、商业活力和文化特色，确实需要合理规划，不能任其野蛮生长。但管理应该建立在科学、合理、尊重商业规律的基础上，莫名其妙的将红、蓝、黑三色排除出招牌用色之外，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未免过于简单粗暴。城市管理应当以服务为导向，而非制造不必
必要的麻烦、拍脑袋一样的决策，无端增加经营者的成本负担，也可能引发公众的抵触情绪，损害政府部门公信力。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要以服务公众为核心。出台任何涉及公众利益的规定前，都应该多做调研，多听民意，有明确的标准和合理的流程，执行过程应当公开透明、规范有序，不能仅凭个人喜好或者模糊的城市规划就任性为之。当地相关部门应该正视这一问题，给商家和公众一个合理的解释，充分尊重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知情权和参与权。只有将城市治理建立在法治、科学、民主的基础上，才能避免出现无厘头的决策，与市民一起共同营造宜居宜心的城市环境啊！这个是极目新闻啊，4月7号报道的。后面这个舆论就发酵了啊！我记得我有一次直播的时候，还有网友让我谈一谈这个事情，我当时没有太多关注，因为这个事情太常见了。但是啊，因为现在是特朗普发起这个贸易战、关税战，这个涉及到咱们对吧？这个消费和内需啊，显得就更加重要。那城市管理部门现在搞这一出，是为了促进消费呢，还是为了拉动内需，或者是其他的？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城市管理部门这些领导，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就为什么非要跟这个牌匾招牌过不去呢？就他不知道他出这个政策很有可能掀起舆论的这个关注嘛，对吧？你是城市管理部门，你又不是某个超市，对吧？要流量，要上热搜，就是为什么出这些政策之前不能想一下呢？不过啊，今天呢，这个吉木新闻就是刚才他又发了一个这个报道，说他这么说的，他说风波后廊坊蜜雪冰城招牌变绿后又变回红色，这个蜜雪冰城那个红色招牌被禁用嘛，没有办法啊，他也只能改成绿色的。结果这个事情一报道之后啊，这个蜜雪冰城啊又改回原来的这个招牌了。你说这个不叫折腾吗？近日河北廊坊三河市禁止商户使用红、黑、蓝三色做招牌底色一事引发关注。除普通商户外，蜜雪冰城、好想来等连锁品牌也受到牵连，不少门店将原本红色招牌换成绿色。10日上午，记者在燕郊汉王路、燕昌路、燕林路附近走访发现，有蜜雪冰城门店将更改的绿色招牌又换回了红色。其中，在蜜雪冰城行宫东大街门店还堆放着绿色、白色相间的板子。附近商户介绍啊，该店前不久把红牌换成绿牌，9日晚又重新换了红牌。此外，记者走访看到啊，网上流传多个视频中的诺亚大厦蜜雪冰城门店也换上了红色招牌，而9日下午该门店还是绿色招牌。你说这几天折腾不折腾吧？这个蜜雪冰城啊，这个效益不知道怎么样，你就改这个牌子啊，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我倒是建议啊，蜜雪冰城啊，你就把那牌子啊，对吧？正反两面都能用，正面是红色原来的这个牌子 logo 啊，反面改成绿色的，这样防止啊这个管理部门呢朝令夕改，对吧？哪天头脑一热又让你红色不能用，红色不能用，你把牌子翻过来就行了，这样得节约多少费用啊？这个管理部门说红色又能用了，那你再把它翻过来，翻牌子嘛。我想起了莫言的小说吧，《丰乳飞腾》里面，对吧？有的地方这个老百姓啊，家里牌子就是一块牌子啊，正面写着欢迎什么什么什么，反面写着欢迎什么什么什么。总之啊，这个国民党来了，他就把这一面挂出来，对吧？另外一个部队来了，他就把它翻过来，这样节约啊。你说这多折腾吧？所以说我们应该想的是，为什么这么多城市管理部门，这么多城市，他就专跟这个广告牌、招牌、门匾过不去呢？实际上我想啊，这里面也有一些苦衷啊，就是你也不能说这个城市管理部门他不动脑子，他是无事生非，这么说好像也冤枉人呐，对吧？就是把这个事情想得简单了。你比如说啊，蓝色的不让用，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咱们很多公安机关，对吧？派出所它的那个基本的底色就是蓝色，如果他对这个不加以限制的话，有的商家他也用蓝色，他很有可能啊把自己打扮成像一个派出所，这样的话就可能让不法分子啊趁虚而入。因为毕竟很多群众啊，对吧？他容易上当受骗呢。他一看你这个门头装修的有点像派出所，这个不是我开玩笑啊，你大家看新闻吧，我记得是陕西还是什么地方，那不出了一个假派出所吗？那个假派出所还存在的时间还不短呢，而且假派出所还能接受报案，你去报案可以，他还真给你出警，给你解决问题。大家去找一下吧，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个新闻，就光天化日之下啊，就这么存在了好几年。后来一查，对吧？群众才发现原来这是个假派出所，对吧？当这个真正的警察去查的时候，李逵遇到李鬼。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有的标识啊，确实你要不管的话，那不法商贩他就很有可能钻空子。但是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管就
死，一放就乱，对吧？你要不管它就乱，你要一管嘛就死。我们的思维就是喜欢一刀切，省事，对吧？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招牌啊、牌匾，对吧？这些东西应该随性而为，对吧？因为人家自己设计，自己想怎么样天马行空，这当然是最好。但是呢，如果你要不加以限制，它天马行空，恐怕最终还是要出问题啊。所以必要的限制还是应该的，就是对吧？当然你不能限制太死，要符合这种叫风序良俗啊。所以刚才这个吉木新闻也说了，对吧？你有的时候管也是迫不得已，但是你看怎么管，不让你用红色的那个底色，恐怕是害怕这不法分子啊冒充政府。黑色的呢，你如果那一片啊招牌都是黑色的，看着也瘆得慌，像殡仪馆等等啊，就是所以说他有的时候他管理吧，似乎啊他也是有理由的。但是我们反对的是这种一刀切啊，这种管理里面没有体现出这种柔性的、人性的，对吧？既要不这个损害商家的利益，不遏制、抑制商家的这种创新或者这种构思，又要符合当地的，对吧？这个风土人情，那这个就对这个管理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那种一刀切，那是一种懒政惰政，一刀切闹的笑话太多啊。总体上啊，还是秉着一个思路，就是能不去骚扰这些商家，能不去打扰他，就不要去。现在这个商户啊经营都非常困难，实体店都是苟延残喘，这个恐怕大家都心里有数。很多实体店人家都是自己勒紧裤腰带啊，把自己的这个离职补偿金拿出来搞个实体店，开个店，或者加盟一个什么啊奶茶店等等吧。本来就是难以为继，有今天没明天，对吧？你还老去骚扰，动不能让人家改一下这个招牌，增加了这个商户的负担，甚至还影响了人家经营正常经营。所以说啊，咱们还是本着能不去打搅商户就不要去，这些表面文章啊，对吧？不要过于苛刻，把那个功夫啊下在抓服务、抓质量方面，对吧？对那些卖假货的，对那些以次充好的，对那些食品危害食品安全的，对吧？下点功夫，对吧？这些表面文章只要不危害安全，不要太过火，就不应该去干涉它。这个财经网啊，它有篇评论，标题叫为啥总有地方喜欢折腾牌匾？令人费解的是，为何总有地方喜欢大张旗鼓折腾商户牌匾？尊重一下商户的自主经营权，少一些干扰和折腾，为什么就这么难呢？说又见折腾商户广告牌的乱操作啊，他说的就是河北三河啊，禁止商户广告牌使用红、蓝、黑三色，要求更换，此举引发广泛争议。他这文章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情况，有的地方因为折腾牌匾要求整齐划一且风格奇葩，被网友嘲讽为三藏风。且不论前车之鉴，令人费解的是，为何总有地方喜欢大张旗鼓折腾商户牌匾？尊重一下商户的自主经营权，少一些干扰和折腾，为什么就这么难呢？这个财经网说啊，他说工作人员提到的按照城市规划，可能是2024年12月当地发布的三河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导则管理篇市容市貌部分提到，广告牌匾设计负面清单，比如除国际国内连锁品牌不允许使用红蓝底色的字样，字体不允许用通用电脑体，应该有设计，牌匾颜色不得简单一致，应有变化，牌匾一般应有亮化效果，商业街区和示范路必须亮化等等，并且配上了一些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实例图片。但是上述文件并没有具体解释为何不能使用红蓝这两种较为常见的颜色，且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又为何变成禁止红蓝黑三种底色，外界亦不得而知。一笔糊涂账背后是企业的无奈与成本，更是权力的琢磨不定。根据三河所在的廊坊市发布的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应当对户外广告的布局、总量、密度、种类进行控制，确定允许、限制和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区域，规定户外广告设置的位置、形式、规模、色彩等基本要求，并规划适量的公益广告点位。但是此处的色彩应是一种普遍性的倡导性的规定，或者只针对特殊情况，而不应细化到具体颜色的选取，这不属于有关部门的自由裁量范围，是显而易见的对企业自主经营的干扰。更重要的是，对于已经经过有关部门同意的牌匾，如果一纸文件就可以任性要求商户更换，那么下一次规划
或者下一任领导若有其他设计偏爱，是不是又得重新改头换面？说到底，对于这种审美层面的事项，根本没有标准答案，各有各的品味，宜松不宜紧，更不能乱伸胳膊腿，搞得商户不安宁，无所适从。什么样的牌匾最适合自己，商户比谁都了解，也比谁都更尽心。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有关部门就不应该干涉。呵护商户啊，尊重市场，最重要的是懂得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有了边界，也就有了良好营商环境的前提，没有边界，营商环境肯定一塌糊涂。不少网友戏谑啊，说商户牌匾就是一地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近年来，为了应对经济压力啊，政府多次要求减少对市场的和企业的干预，贯彻这一理念并不难，管住手，多些服务的实事，少些乱管的虚事，足够。这道理简单，但一些部门和个人不知出于何种目的，总爱变着花样折腾经营者。对于闹得沸沸扬扬的三和牌匾事件，建议当地及时澄清，坦诚与商户交流，拿出有力措施改正。对于既有商户不能再继续强行要求更换，对于已经更换的，当地应通过多种形式给予一定补偿。在后续的新增商户牌匾审批上，可以考虑引导颜色设计，给出建议，但也不能强制。另外，对于此次事件中出现的问题，该问责的也要问责，到底是规划层面的责任还是执行层面的问题，一定要具体到责任人，坚决杜绝下一次牌匾闹剧又多一例。这些年竟搞出那么多花样，大大小小的热搜倒是占了不少，这不得不让人感慨，天下之大，怎么就容不下一个小小的牌匾？为了应对这个特朗普的贸易战啊、关税战，还是要练好内功啊，练好内功，对吧？对这些所谓的城市管理就要提出更高的要求，从管理，对吧，要转向服务，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啊。只有服务啊，才能这个促进消费。你管理你是管不出消费啊，管理只会越管越死。大家还记得这个淄博烧烤吧，对吧？淄博烧烤虽然它体量小啊，人均花费不高，但是那也是淄博上上下下秉承了这种服务理念，对吧？这个大家可以看报道啊，这个淄博啊，一到节假日，那个公务员呢都放弃休假呀，都自动的啊到街上去提供服务啊，为外地游客，对吧？什么指路啊，什么指一个什么停车场啊，解决纠纷呐，那都是服务出来的，对吧？你服务好了，消费者去了觉得心安，不担心被宰。一旦有纠纷，这个有关部门、主管部门马上就到场。你看，所以它淄博烧烤它就非常火。那个烧烤其实没什么火的啊，全国都差不多，有的地方比淄博还好吃一点，但是就是淄博火，所以跟那个地方政府的这种服务意识啊有这个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要拉动内需，促进消费，这些管理部门就得转变思想，真正的变成服务部门。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